迎收睇香港電台天氣簡報，我係天氣主播阿依達。同活躍偏南氣流相關嘅強雷雨區正影響廣東沿岸。本港方面，過去數小時多處地區錄得超過60毫米雨量，而新界西部及北部嘅雨量更超過160毫米。直至下晝5點，錄得氣温26度，相對濕度95%。本港各個地區嘅氣温介乎24至26度。今晚同明日嘅天氣預測大致多雲，間中有驟雨，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及有幾陣狂風雷暴。聽日下晝驟雨減少，部分時間有陽光。聽日氣温介乎26至31度，吹和緩至清勁偏南風，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。週末期間大致天晴，但仍然有一兩陣驟雨。下週初日間酷熱。預測聽日最高紫外線指數係8，強度屬於甚高。媽咪，睇下內地城市嘅天氣。北京有雨。聽日天文台。哈爾濱多雲，瀋陽雷暴。星期一下早上，下天文台。昆明、桂林、廈門有雨，廣州雷暴。拉薩驟雨，成都多雲，長沙有雨。烏魯木齊密雲，西寧雷暴，銀川多雲。睇下世界各大城市嘅天氣：倫敦、馬德里、柏林、羅馬多雲，巴黎雷暴，蘇黎世天晴。溫哥華天晴，三藩市、芝加哥多雲，洛杉磯無暴雨，多倫多雷暴，紐約驟雨。香港電台天氣簡報完畢，我哋聽日見。